今日嚟到旺角一間按摩店，可以用148蚊嘅價錢享受到深圳水療香薰鬆腿嘅服務，而且按摩店仲有獨立包間，夠晒有私隱，仲有免費飲品小食提供。今日嚟到港鐵旺角站，喺返 A2 出口，出返嚟路面，行返前過咗馬路，再行返前一個街口。行返入嚟618商場，按摩店位置就喺附近，大家可以聯絡返按摩店預早預約返。上到嚟有個休息區，大家如果未夠鐘可以坐低休息下，有免費飲品提供，可以飲下汽水。做香薰鬆腿嘅房間都係獨立包間，見到複製咗深圳水療嘅按摩椅啊！呢一張按摩椅就係平時大家喺深圳水療做按摩嗰張啊。房間仲有電視可以睇電影啊！有好多唔同電影選擇，啲電影夠晒新，啲床單都係用一次性嘅床單，夠晒乾淨衛生。梳化隔離仲有電話充電啊！大家電話唔驚冇電啊！有免費飲品，有檸檬茶、菊花茶同埋汽水，另外仲有小食啊，都係免費提供。天氣開始凍啦，按摩店仲有暖爐啊！大家嚟做按摩可以開住個暖爐暖下身。房間有沖涼房，大家如果啲私人物品、銀包、電話都可以擺喺個防水袋入邊，拎埋去洗手間，確保返個人嘅私隱。呢一間按摩店嘅服務都夠晒貼心。技師嚟到按摩房間，幫大家做按摩之前，會先用酒精消毒。做按摩都夠晒乾淨衛生。同埋按摩店仲有一次性嘅短褲提供。香港嘅朋友好多時上深圳水會做按摩，都會喺大堂做下香薰鬆腿。而家大家唔需要上深圳，慳返啲時間同埋車錢啊！大家來回上深圳嘅車錢都要100幾蚊啊！呢一度148蚊就可以做到香薰鬆腿，價錢環境性價比都好高，同埋呢度嘅技師夠晒專業，而且夠晒健談啊！大家都可以傾下偈，一邊按下摩，按得都非常到位啊！大家有時去水會做鬆腿都唔係次次都到位啊！今次個體驗都非常滿足，而且呢度位置夠方便喺正朗豪坊附近方便返香港嘅朋友。呢度睇嘅電影都好新有好多粵語嘅港產片大家可以一邊按摩一邊鬆腿，一邊睇下電影，同埋將按摩椅仲可以調校角度，大家都可以根據返自己嘅需要去調校返。感覺呢間按摩店做鬆腿可以幫大家慳返啲車程時間，慳返車錢，而且服務夠晒細心，整體嘅體驗都非常唔錯。做完按摩行返出嚟已經係港鐵旺角站方便大家放工過嚟做下按摩。做完按摩可以周圍去食下飯、行下街。大家離開旺角都可以過嚟試下。今日同大家睇到呢度先，鍾意朋友俾返個 like 我訂返個頻道下條片再見，拜拜。